大家好，这里是力高音响。今天我们听一首来自香港摇滚乐教父夏韶声先生在1998年发布的《安》专辑里的歌曲，歌曲名称《最爱是谁》。原版的《最爱是谁》是一首典型的粤语流行情歌，而夏韶声在《安》中将其改编为慢板爵士风格，以极简的配器和即兴演奏重构了歌曲的骨架，例如钢琴、贝斯与萨克斯的配合，营造出慵懒而深沉的氛围，与原曲的直白抒情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英国 ATC 喇叭中性还原的特质，能够把曲中夏韶声宽厚的声线质感与各种乐器的演奏配合一一完整重播。在世間尋覓愛侶，沉默了難求共聚，然而共處半生都過去，我偏偏又後悔，別了他原為了你，留住愛亦留住罪，誰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卻有他在夢裏，為何離別了卻願再相隨，為何能共對又平淡似水，問如何下去，為何猜不對，何謂愛，其實最愛自由誰，